后来乡亲啊，讲过有民众伫网络顶找头路去互压起来关。警方昨暝是攻入去台中北屯的一间公寓，把4个被害人救出来。当场逮捕着2个嫌犯，还有一个员警咧攻破门的时阵，无小心去互电火挂来火着伤，加在无真要紧。这2个嫌犯是伫网络顶征财，讲薪水悬、免经验。 有4个70年生甲80年生的被害人，这个被害人来调调，其中有一个人已经互关5天了。拍下！拍下！一大批便衣员警入去公寓要抓人，当场甲嫌犯压伫涂骹。手伸直，脚分开。2位嫌犯互压制，铐起来，带转去警察局，所来警方甲关伫厝内4位被害人救出来。 4位被害人有1个人互送去病院，其他3个人互带转去警察局，因为因伫网络顶求职爽诈骗关起来。被害人失联，家属心急报警，警方循着被害人的手机定位，找到台中北屯区的这间公寓，才发现人都被囚禁在内。出入比较复杂，然后生活的人也比较没有那么的，就是比较复杂一点。厝边讲，这间公寓出入真复杂，警方25号要入去抓人的时，就员警无说伊互电锯划着伤，加在伤势无真严重。这4名被害人都是在网络上要求职找工作，那标榜的是有高薪。 免经验，为了让被害人不要脱逃，往往都会施以，例如用手铐、脚镣或者用电击器的方式，让他们不要脱逃。警方讲，犯嫌利用网络求职、高薪免经历来骗被害人，所来等被害人来求职了后，就把被害人身上的假金铺啊和身份证收走，来当作是人头口座或者是领钱。所来被害人互关伫厝内，避免引起报警。4位被害人拢是78年级生，分别来自嘉义、苗栗和台中。其中1位被害人上久互关5天，2位嫌犯互被害人依照诈欺和妨害自由移送地检署侦办。 背后讲有其他共犯，警方嘛当咧进一步追查。华视新闻看起来，赶快订阅我们的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，欢迎按赞、订阅、开启小铃铛，最新最及时的资讯要提供给你。